为了弥补公共运输不足的所在，台南市推动小黄公车嘛建立瓜田区偏远的道路。其中六乡地区根据台湾巴士协会所提供过去对8块起跳的客运票金，见证当地公车已经停开12档的不方便。26号用小黄公车正式通车，嘛互乡亲感觉足高兴。3、2、1，请拉踩！大台南小黄公车关田区正式上线。来，我们看到这张旧车票，心内就有感嘛，有感觉啊吼。这个以前吼，坐客运的吼，迄个为8块起到9块，起到12块，起到14块，到16块，起到倒掉。我度啊，因为就是咱迄个客运公司吼，少人坐啦，伊就无钱通换新车，所以呢，咱就知影讲，对着即个建设的服务，咱是希望讲，互百姓，互咱的时代有一个行路的一个交通的方便，安尼，咱就甲业者来结合，安尼对政府有帮助无？有啊。第一方面，咱互百姓来有享受到；第二，咱成本也较降咧，因为你补助大车，补助大车一年爱400-500万以上，结果补助阁无够伊的开销，尾就倒掉。所以呢，咱用小车坐了较舒适，补助毋免开遐济，大家阁会当感觉足利便。高雄局长表示，瓜田比较其他区域小黄公车的路线，分固定的班次，照到徛牌一手地当坐。另外，就是敲电话预约，2个人以上地当，65岁以上的长辈同款是免费。他不见得每天都有班次，因为他会看原来这个西南客运服务的局时的这个车辆跟司机的这个调度的情形，那以及绕进去之后呢，在南部里的社区里面路都很小，所以用大公车在里面跑，其实也容易危险，也这个行驶上也不方便，所以这次把这个绕齿的部分截掉，那我们来提供小黄公车服务，那同时让这个服务更便利之外，每天都有定线定班，而且可以预约服务。另外是小车在社区里面走也比较安全。瓜田正式开通的小黄公车当中，第一大车队也提供一台高级的进口车，毛市长庆幸来试坐宣传，欢迎乡亲老就医、就学通勤，也是采买拢会当得利用。台南新闻，军职何秋芳采访报道。